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恒大退市最近在网上引起不小的这个讨论呢。凤凰网财经它有个报道他说外媒说说恒大退市，许家印仍拒绝披露资产，说恒大清盘人追讨主要被告资产已持续1年，案件进入关键阶段。8月13日，据彭博社报道，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至今仍拒绝披露其资产，此举加剧了与债权人的紧张关系，并给清盘人带来更大挑战。9月2日，香港等高等法院将举行重要聆讯清盘人计划重点聚焦许家印的资产问题，对吧？你不把许家印的资产追出来，他那个破产财产太少。据说中国恒大目前清盘人能掌握的这个清盘财产好像只有1000多万美元，还顶不上那个夏海军给他媳妇买的那个什么信托理财产品。所以这些债权人要想减少损失，回来一点3瓜2枣，重点就是在清查许家印、夏海军，还有许家印的前妻，还有很多高管不是一个高管，清查追查这些清盘人。目前正梳理海量文件，调查约3000家恒大系实体，案件核心指向约60亿美元资产。这个60亿美元主要是历年来分给许家印的分红还有其他高管，这些资产主要是通过股息以及酬金等形式支付给许家印等被告。公开资料显示，许家印持有恒大近60%的股份。过去10年间，凭借恒大高额分红，许家印已获得超70亿美元。关于这个许家印他的资产，我在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许家印他很难善终。就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许家印追债的你比如说这个香港法院指定的这清盘人，人家都是外资也就是他的受害者是洋人，你应该这么理解当然了，国内也有很多牛马韭菜是恒大的受害者。你比如说恒大理财给恒大这个合作的这些供应商，还有很多买了恒大房子烂尾的没有交付的，这些国内的韭菜牛马对许老板来说不足为虑。昨天节目我就说了这个因为人家海外的债权人在追债，所以许老板他的资产无处逃，你逃到天涯海角人家也要追出来，即便现在追不出来，明年后年人家永远追下去。那你许老板你把钱搞到海外藏起来，你的子女你的后代在那儿，你只能像那个蟑螂一样，对吧？你不能见阳光。不光是许老板那个恒大的那些高管，比如夏海军都一样你只能躲起来，你的后代也得躲着。而且这些债权人还在追，这些债权人很多是海外的什么机构所以说你搞到海外的这些钱，国内的牛马国内韭菜拿你没办法，只能是望洋兴叹。但是你正好落入人家海外债权人的这个火力范围之内，对吧？你在国内的资产人家海外债权人没办法，但是你在海外的资产迟早是要被掀出来揪出来。所以大家也不用什么觉得许老板什么对吧，恒大的那高管好像对吧，他就能置身事外，他就能金蝉脱壳，脱不了壳这不对吧？许老板的前妻在英国的这个豪宅不就全给翻出来了吗？这还没完呢，还要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纯粹是对吧，咱们作为韭菜毕竟咱们没有做过首富不要说首富了对吧，咱们排名都没进过前1万名100万名，所以咱们不知道这个许老板也很多人老说许老板拒绝披露资产。就是我在想这许老板的资产他自己到底记不记？就我有的时候在想他有多少个孩子他都说不清楚。你说他有多少资产他能说得清楚？他能跟咱们一样吗？咱们2、3套房已经整得焦头烂额了，那许老板庞大的资产有的没的对吧？但你说他那个恒大系下面公司对吧，好几千家对吧？他在海外买的房子，我假设他有他是隐藏在哪儿？他不可能说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个地方，就那个澳洲洋郎郎一样的是不是对吧？大家传言都是传言洋郎郎对吧？银行账户1.2万亿对吧？这个保释金7000万澳元直接打过去。所以我就不理解谁会有钱人会把所有的资产集中在一个账户上吗？而且都是现钱，那个倒好管理对吧？我就记一个密码就行。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许老板呢，肯定是他如果他名下还有财产的话，他肯定是到处塞就是这个由别人代持，那肯定不能在自己名下，或者是成立了很多公司，那公司那股权关系你也搞不清楚，很难去把它捋清楚，层层穿透，最后是许老板或者许老板的这个白手套他去掌控。那我就在想，那这得有多少密码要管对吧？人用户名密码这些账户资料，那许老板不可能记得的。那有人就说，那许老板还有人替他管呢，他有管家，那你把他管家找到不就得了吗？这些资料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许老板的前妻丁玉梅手上？你就想象一下吧，对吧？普通韭菜你就是2套房2个房本，你管起来也挺复杂的，然后你几个银行账号对吧？实际上沾着没什么钱，但
是你好多银行账号有多少个密码，对吧？每个银行对那个密码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前面要加字母、数字，还有符号，有的数字也行，乱七八糟的，这记起来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许老板他到底怎么管这事呢？所以你把许老板逮住了，你问他啊，你交代你的资产，确实也难为他啊，他确实不记得，加上他很多资产，对吧？有的恐怕抵押出去了。说来说去啊，这个都是玩笑话，就是说许老板如果名下或者是他让别人代持的隐匿的财产，终究是要被翻出来的。这是关于恒大，我看啊，有人说啊，这个恒大退市了，那买了恒大烂尾楼的怎么办呢？对吧？还恒大2.4万亿的债，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这个中国恒大退市和我们经常说的恒大，它在国内的运营主体恒大地产集团，这两个不是一码事。所以说保交楼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责任，它在国内运营主体是叫中国恒大地产吧，啊，它的责任。中国恒大在香港上市的这个只是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它对国内的这个控制是对国内这些公司股权上面的，也就是中国恒大下面它没有一块地，对吧？它也没有一套房子，它只有什么，对吧？对国内啊恒大地产集团的股份，然后这个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的股份，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股份，它只是这个股权层面资本市场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载体，所以它退市不退市，跟国内的保交楼啊，这个跟国内的这个2.4万亿的这个债啊影响不大。中国恒大借的美元债，那也是在香港上市的这个中国恒大去借的啊，美元债啊，它不是国内的这个恒大地产集团去借的，你国内的恒大地产集团你借不了美元债，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咱们只能凭感觉啊，没有数字支撑。就是恒大暴雷到现在已经4年了，咱们对吧？画一条线，就是到今年年底，如果你那个房子啊还没有结束，就保交楼还没完成，或者还是没见动工，或者动一动停一停，停一停动一动，你截止到年底，如果年底还不能保交楼完成，那就说明这个恐怕够呛了，也就是能保的都保完了，剩下的真的是保不了，恐怕是窟窿太大，历史欠债太多太。也就是说，你看这4年国家这么救市，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保都保不起来，到年底到明年这个房地产的形势更严峻了，就是现在环境稍微好的时候你还保不起来，明年环境更恶劣，你反倒保交楼保好了，那不符合逻辑啊。也就是啊，楼市啊，这个恒大暴雷4年以后啊，烂尾楼如果还没有进展，恐怕就遥遥无期了。不光恒大，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也一样。我们再看其他房企消息啊，你看这个大连万达集团又被强制执行3.3亿，这个王老板疯狂的卖万达广场，对吧？都解决不了问题。新浪财经报道啊，他说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约3.3亿元人民币。此外，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还被北京金融法院执行约24亿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万达呀，王老板虽然在甩卖他的万达广场来化债啊，但是奈何啊，这边处置资产回来的资金和那边暴雷的资金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给人感觉这个万达是这个债是越化越多，已经深陷债务泥潭，深陷诉讼。一个企业啊，一旦陷入诉讼，强制执行的这个资金啊支付不了，那这个企业没有办法正常，因为它是银行账户都要被冻结，资产也被冻结，被法院查封啊。不光是这个万达啊，你看万科日子也好不了啊。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啊，他转的澎湃新闻说，万科拟2541万底价出售10套商业用房，也就是万科也在不停的卖自己资产，卖资产干什么呢？回笼现金啊。8月12日，微信公众号北京万科发布公告，拟将其持有的北京万科云庐翡翠西湖项目部分商业用房对外出售，出售底价为2541万。这些本来都是万科自持的啊，它的物业都属于断臂求生啊，连万科都这么难。我们再看啊，这个红星资本局报道啊，说因无法偿还工商银行借款，粤系房企总部所在地4层楼被拍卖。8月13日，据阿里资产网披露的信息显示，奥园集团总部的部分资产将被拍卖。这个奥园我记得跟恒大也是前后脚暴雷的啊，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强制执行它资产的一个地步了，把它总部都卖掉了。法拍啊，说此次拍卖是因为奥园集团无法偿还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的金融借款。此次拍卖的标的物为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8号的17层至20层的共44套房产，起拍总价8529万元。这个17到21层就是奥园集团的总，现在把17到20层给它拍掉了，还剩21层，估计给人家留着办公吧。你说混得这么惨啊！8月14号，河景泰富对
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经公司及境外律师评估，说此次接获清盘陈情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公司与境外债权人沟通，重组进程不会受到影响，公司已在积极协调处理，不会对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何景泰富啊也被债权人提起清盘陈情，也就是破产清算啊，跟恒大是一个待遇啊。所以你看啊，恒大暴雷4年来，对吧？咱们一直在救市，但是你看越救房企该报的还在报，对吧？连万科都已经向大股东啊深圳地铁伸手要钱要了8次了，对吧？将近280亿啊。那没有暴雷的央企国企是不是日子就好一点呢？其实不是啊。今天晚上啊有传言说，称金地集团华东区域员工向集团内部发邮件实名举报金地集团华东区域某高管的经济问题。就是金地集团呢，人家也是国企参股的啊。为什么员工会举报公司高管？就是因为啊，这个金地集团呢大规模裁员，效益不好，一裁员有很多员工受不了，实名举报高管贪腐，包括高管经济问题、国有资产处置存疑、遗言谈事、人事决策等。有媒体报道啊，保利这个保利啊也是负面新闻开始越来越多了，说保利被曝32万平米的商业配套未兑现，保利32万平米配套未兑现被上千业主投诉。这个好理解啊，我在以前就说过了，因为楼市在下，只要楼市下，这个交房即维权。楼市上行的时候啊，这种维权非常少，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对吧？你是300万买了一套房，一般的这是期房的，你先交首付，完了还银行按揭，2年以后交房的时候，你这个300万的房子已经变成380万了，或者是400万了，甚至有的500万了。这个时候啊，你收房的时候，你发现房子有点问题，大部分人都笑呵呵的，这算了啊。有的时候跟开发商一闹，这个事太大啊，这个确实看不过去了。开发商说行，免你1年的物业费，哎，大家又笑逐颜开，不维权了，对吧？如果你闹得过了，开发商说算了，我退钱给你，哎，人家开发商反手一卖，对吧？卖给你是300万，卖给别人450万，那开发商还赚钱，对吧？我愿意退钱给你，那业主说算了，我也不退了，不跟你交集。所以你看啊，只要房价在涨，一涨解百愁，只要一涨，什么质量问题，什么配套没兑现，什么小学没来，这都是小事啊，一切都是跟这个价格有关。现在降价什么意思，对吧？你啊300万买的房，首付一付，房子还没拿到手呢，你天天就看见这个房价在下跌，对吧？很多自媒体博主在唱空楼市啊，说房价还要跌啊，你每天都焦虑之中啊。房子还没到手呢，已经变成240万了，那首付都快没了。等到房子到手一交房的时候一看，对吧？不是这儿跑水，就是那儿漏水，这儿装修没有达到标准，对吧？那个小区的绿化也没达到标准，电梯也不是用的进口的，用的国产，你这个一看这气就不大一出来。房子本来就不值钱了，贬了，完了你一看这地方不能忍，对吧？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那必须要维权了。维权第一诉求就是要退房，对吧？你把300万退给我，把房子还给你。开发商肯定不干啊，对吧？这房子你再退给开发商，开发商卖不掉了，不要说卖多少钱，是卖不掉，那怎么办呢？那就维权呗，打官司呗。你让开发商说免物业费，开发商没钱，因为开发商本来就在这个暴雷，对吧？或者有的已经在 ICU 病房住着了，勉强把这房子盖起来，保交楼交给你，你还维权，所以这个道理就懂了，就是因为房价变了。如果房价涨了，哎，这都不是事；房价只要一跌，这都是事。8月14号说，湖南长沙胡女士称，几年前在长沙保利北中心楼盘买了房，当时对外宣传时说，配套建设32万平商业综合体及一栋200平高的地标建筑。胡女士觉得配套如此完善且发展规划良好，选择住在这里会提高生活质量，但现在未看实际情况啊，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好的商业综合体按计划今年竣工，结果还是一片黄土，没有要建设的迹象。那当然了，商业综合体建好不赚钱呐，建好也卖不了，建好也没办法运营。你看那么多万达广场都不赚钱，高端商场都在赔钱，你建这么一个地标性的这个，对吧？高楼有什么用呢？开发商把钱就闭着眼往里扔了，那不就是赔钱吗？所以这是强人所难啊！开发商说我把房子盖好给你们交了就完了，你边上那些什么商业没钱呢？哎，这业主就不干了啊！胡女士表示啊，像她一样正在维权的业主少说得有1000多户，维权群建了好几个，还有业主在不断加入。胡女士称啊，维权周期大概有小2个月了。8月11日开了一次集体协调会，哎，多方多部门参与其中，沟通解决方案，但并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点石新闻拨打了保利集团总部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总部确实有接到过这类事件的反映，目前由保利湖南分公司负责处理，具体情况并不清。那你说让保利怎么处理呢？你让人家，你这叫赶鸭子上架了，你让人家非得把那个高楼建起来，没有商户入住，那怎么办呢？空着，对吧？关着门的，那不更难看吗？所以说来说去啊，肯定是那个地方房子便宜了，跌价了，大家只不过是想退房而已，对吧？找不着理由啊。我当初看
看好，结果你搞成这样，我现在赔钱了，你得给个说法。所以说啊，维权不管你是央企还是民企啊，都一样。所以说保利作为一哥啊，是不是现在也是麻烦缠身啊？房子卖的越多啊，以后维权就越多，麻烦就越多。哎，我们再看啊，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啊，说7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7月不是好现象啊，这是统计局给的数字啊，不是谁唱空啊。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王中华解读2025年7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2025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整体有所收窄。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持平，上海上涨0.3%，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3%和0.6%，也就是深圳的楼市啊，新房下降更厉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扩大0.2个百分点，也就是二线城市的新房是加速下跌。这个大家脑海里就一个景象出来了啊，北京市新房勉强维持住了，上海还在涨，那当然涨了，对吧？它那5000万一套的豪宅，20多万一平米的房子热卖，拉高了它的这个均价。那广州和深圳是下降的啊，然后二线城市是加速下降，就这么一个情形。那三线城市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降幅是上月相同。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1%，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下降1.1%、0.9%、1%和0.9%。大家记住了，一个月下降1%，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环比啊，那你要12个月下来，那就下降了12%呀，这什么概念？1000万的房子一年下来就剩880万。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0.5%，降幅均收窄0.1个百分点，也就是一线城市二手房是加速下，这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字啊。那就整个7月份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啊，已经扛不住了，加速。二线、三线城市本来就已经对吧，歇在那儿也没啥成交的，对吧？都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因为现在这个房地产成交大头，对吧？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这个杭州、成都这种超一线，然后叫新一线的，都主要这些地方嘛。结果你看一线城市是加速下跌啊，所以我说7月份是不是加速下跌？8月份呢，我可以肯定啊，8月份比7月份还要呈现出崩盘的走势。昨天对不对？是不是有个新闻呢？说上海的链家，对吧？停止显示二手房成交价，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不敢让你看，让你看你对吧？大家都要恐慌了，就要夺路而逃。二手房成交价不告诉你历史啊，就是目前该小区对吧，一共成交了多少套，都是多少价格成交的，他不告诉你。这就好比把那个股市的指数啊不让你看，你就盲买就完了，对吧？大盘现在多少点不告诉你也看不到。国家统计局啊数据显示啊，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3580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住宅投资41208亿元，下降11%啊。1到7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638731万，同比下降9%，只能说啊，这个市场调整仍在持续。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央行给的数字，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跟统计局的数字就能配上了，对吧？统计局数据说这个房价下跌嘛，新房、二手房都在跌，而且加速。这个央行的数字啊，那就更直观。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宣布，今年7月份新增贷款单月减少500亿元人民币，远远比那个路透社啊调查中值增加3000亿还要差。路透社引述数据称啊，这是继2005年7月份，也就20年以来再度出现新增贷款负增长，就是每个月贷款实际上是增长才是正常。那就是增长的多，那么高兴，对吧？比预期要好；增长的比预期少，那就说哎这个社融数不好看。现在不仅不增长，是下降，也就是居民是在去杠杆。你贷款都负增长了，那就说明买房的人这7月份他就不买房啊，只要买房不叫贷款，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个7月份新增贷款减少500亿，如果大家都踊跃去买房，那这个7月份新增贷款那是会增长的。所以从这个数据也说明啊，韭菜已经停止买房，真的是叫停止了啊，不买了。分部门看呢，居民贷款减少4893亿，同比多减2793亿，其中短期消费贷减少3827，中长期贷款减少1100亿。大家都知道啊，中长期贷款
款，居民的那主要是买房子，居民的中长期贷款7月份减少了1100亿，你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啊！所以不是说谁唱空的问题，看央行的数字你就知道房子是真的卖不动，不仅房子卖不动啊，现在上面啊应该是有部门已经发现问题了，也发现风险，这风险在哪儿呢？这风险就在这个有很多炒房的啊，通过什么高评高贷，把风险已经转嫁到金融机构了，就是搞二手房。有一阵子啊，这个一线城市啊，尤其是深圳、广州，二手房比较活跃，还有杭州。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二手房交易量你只能参考，你不能当真，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是洗钱、套贷款，对吧？这个套资金、各种转移，所以它那个不是真实的这种需求，有的是炒房的，为了降低这个利率，所以现在啊，专门去查这个高评高贷。大家看视频啊。广州楼市正在被一群金融秃鹫着实根基啊！他们玩的高评高贷的把戏，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埋在了珠江底下。而巡视组的连夜进驻，更是揭开了这场空手套白狼式的疯狂盛宴。当买房不仅能零首付，还能从银行倒薅100万现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多离谱、多危险了。那到底什么是高评高贷呢？具体讲啊，就是给房子故意高估身价，让银行多放贷款的违规操作。而房子的评估价和实际成交价形成的差价，由卖家在拿到银行的放款后退给买家就行了。这样一来，买家买房就能少付，甚至不用付首付。有的更夸张，还能从银行多贷出些钱揣自己兜里，本质上就是钻空子骗银行的贷款。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某人在广州看中一套市场价500万的二手房，正常需要自己掏15%，也就是75万的首付，剩下425万找银行贷款付给卖家。但有专业的公司可以帮他玩个猫腻，找关系把房价虚假评估到700万，银行按虚高的700万房价批了85%的贷款，也就是595万，这样多出来的95万可以由卖家退给买家。买家相当于空手套白狼，不仅没花1分钱首付，还套出了95万现金。这种操作就是高评高贷，首付比例降得越低，他们的操作空间越大。前一阵子，广州楼市突然冒出来一大批买房客，搞得广州二手房近1年的看房人数都上升了45%。乍一看还以为广州楼市彻底企稳回升了，但这些买家怪得很啊，看房的时候根本不关心房子本身质量好不好，户型合不合理，就专挑总价500万以上、核心地段、房龄小于15年的房子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房子价格更容易做高啊。要是碰上有些房东愿意配合签2份价格差一大截的阴阳合同，还答应返还价差的，他们立马可以付定金，下手快得很。这些玩高评高贷的人里啊，有的的确是想买房自住或者炒房，但手里首付不够，就想走这种歪路。可更吓人的是，有的人纯粹就是奔着骗银行贷款来的。这些人被叫做神秘的金融客啊，他们把房价做高，按揭买房就能直接骗取房贷，有的甚至先全款买下一套房，再去银行做抵押贷款，也就是经营贷。不管用哪招，最终目的都一样，就是骗银行的贷款。有人可能会问了，套了那么多贷款出来，到时候还不上了怎么办？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还，因为买房和背贷款的人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这些金融客会专门去找一些职业的背债人，用这些背债人的身份去高价买房套取贷款，给背债人几十万、上百万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最后呢，100%会断供，让银行来接这个烂摊子。但金融客呢，一套房就可以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除了这种玩法，还有一些房子的业主自己已经资不抵债了，就会主动去找这些金融客帮忙，也玩一把高评高贷，把自己的房子高价卖给那些职业背债人，相当于把自己的债务转移出去了。最后倒霉的还是银行。而且为了招揽足够多的职业背债人，这些金融客还敢喊出只需要一张身份证，1个月内让你变成100万富翁的口号。有人反驳说背上几百万的债务，那不就成了失信人了，一辈子不就完了吗？人家就说了，出门花现金不就行了？要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高评高贷里最后肯定会导致广州楼市崩盘，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当那些职业背债人密集断供的时候，银行只能被迫低价把这些房子走法拍，这会进一步打压整体房价，到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法拍增多，房价下跌，大家更想抛售房子，房价再下跌。说到这儿，肯定有人纳闷，这高评高贷这么明显的猫腻，怎么就能瞒得过银行呢？这是因为银行业早就批量出现内鬼了，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金融客出钱，银行工作人员帮忙放贷，评估公司负责把房价做高，房产中介负责找合适的房子，有的金融客本身就是房产中介，你说这链条得多完善？而且在高评高贷骗取银行贷款的这些犯罪活动里，银行工作人员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啊。他们会指导背债人虚构收入证明，篡改银行流水，他们还会给合作的评估机构施压，一般都要求评估机构把房产估值虚增20%到40%。特别是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征信系统的滞后性，指导背债人在多家银行密集申请房贷或者是经营贷，就是为了在征信出问题之前把钱掏出来。那为什么有些银行员工敢这么干呢？一部分原因是现在正常完成放贷考核的压力太大了，难度也很高。可更重要的是以前银行内部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太轻了，针对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概率更是低得可怜，这就给了他们铤而走险的胆子。
不过好在现在巡视组已经介入了，最近纪委、金融监管总局、央行组成了联合巡视组，直接对银行、评估机构、中介公司进行突击封查，调取了一大堆贷款审批记录、阴阳合同，还有资金流水的证据。银行系统更是开始倒查5年，筛查2020年以来所有异常房贷，重点排查那些评估价偏离市场价30%以上的贷款。现在广州已经有数十名银行职员被停职调查，部分高管还面临着刑事责任。而那些金融客呢，等待他们的也将是严厉的刑事处罚。至于那些职业背债人，想拿着现金安稳当老赖了，结局只能是人财两空。就我们经常说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楼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你看啊，对吧？要严查银行这种违规行为，高评高贷，你不查也不行，你不查到时候崩了，来给你崩个大的，所以他要查。那一查呢，那很多啊，这个高评高贷的这些炒房的人呢，就马上要爆雷，因为银行要把钱收回来啊。哎，那些人一爆雷不要了，反正钱套到了好，要么就是什么变成一个背债的，房子扔给银行了，越来越多的房子扔给银行，银行也处理不了，对吧？他到让法院去拍卖，拍卖的价格也要下降，所以说恶性循环。本来这个房价就在加速往下掉，如果这些法拍房一多，那不就更加加速？所以说啊，这越可越吃盐。8月份、9月份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招出来。如果大招出来，能延缓一下，挡一把；如果没有大招出来啊，那只会呈现加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